用短除法去計算36、48嘅 HCF。第一步，將36、48放入短除式裏面，揾一個數字可以同時整除36、48，因為36、48都係雙數，所以同時都可以俾2去除。36除2等於18，將18寫喺36下面，跟住用48去除2等於24，將24寫喺48下面，因為18同埋24都仲係雙數，所以可以繼續俾2去除。18除2等於9， 24除2等於12，剩返低嘅9同埋12可以用3去除，9除3等於3， 12除3等於4，剩返低嘅3同埋4已經再揾唔到一個數字可以同時整除3同埋4，咁樣即係代表短除式已經做完啦。短除式雖然已經完成，但係 HCF 其實仲未計算到出嚟嘅，所以第二步我哋利用短除式得出嘅數字去計 HCF。好多同學嚟到呢一步都會將 HCF 同埋 LCM 嘅計算方法搞亂咗嘅。而家教大家一個簡單又容易記嘅方法，無論係 HCF 定係 LCM， 只要記住第一個英文字母。計 HCF 用 H， 計 LCM 用 L， 方法好簡單。HCF 嘅 H 代表直項，用直項嘅數字互相相乘，即係2乘2乘3等於12，即係話 HCF 就係12。36同48嘅 HCF 係12。第一步，用短除法逐步計算，直到數字再揾唔到相同嘅除數為止。第二步，利用 H 計算方法，只用直項嘅數字相乘，就可以得出 HCF